Hello， 大家去38地產嘅租，今日帶大家嚟深水埗裕匯呢個273尺原則一房現改開放式嘅單位。呢個係裕匯大廈嘅歐陸，行去深水埗地鐵站只需要數分鐘。樓底高大概11尺，個廳大概係7尺半乘以9尺半。我哋喺另外一個角度睇下個廳，個廳嘅窗外景觀，間房原本係大概7尺乘7尺左右，咁業主利用咗窗台嘅位置做咗地台床，有大量嘅儲物空間。張床係4尺乘以6尺，旁邊有一個大概4尺嘅衣櫃。窗外景觀，洗手間就改咗喺呢邊入，一道暗門。洗手間，廚房就喺門嘅旁邊。咁有雪櫃、洗衣機、微波爐、焗爐、紅酒櫃。好，我哋今日睇到呢度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如果大家喜歡我嘅頻道，please subscribe、like and share。